我跟你讲，侬妹妹个福跑太太在，那还是个菜呢，我吃更靠天不来了。你这个妹妹厉害呢？你说来的值不值？值啊！主打特色菜，一碗4个豆腐里香。你再欢喜，来，还是快点，还是！哎呦，你也看到？感动！哎呀，你外甥女能把我记起来？不是，你看中东外甥女在？毛皮拍来，皮来，啥么哎？还有一个是那个红糖糍粑，这个点心只有我们这边有，其他地方都没有。你现在肯定想好，今朝一道来得个手啊，背得一来我就想 ABCD 了。那让豆腐家，干净的。你过来做啥？拍张照。他从来没看见过一张豆腐好，我那才是用的家，给吃好的。你回去吃哈？怎么肯定过？大豆子来着，水路好吃特棒，到夜上肚上好一比豆子都差不也轻。哦，有点圆的。哎，我那姑叫小戴姐，俺们是要吃快点的啦。一元臭子啊！哎，中国没资格下去，不管你哪就吃实用。别个作为革命工作餐来讲已经不错。入住个周末加餐给看小戴姐。来得来自我送凤鱼鸡个吃好，吃得一打春风里的用好。你我看平常我换一个礼包上看，吃一个礼包瘦，这个礼包不辣汤。你自家养个鸡，原来有学个家，哎，那个来搞这个的水，分吃到几个米，真正老母鸡就是这种。哎，张明呢，今天不讲鸡汤，根本吃不出来是鸡汤。金丹比菜真的灵，捡回路上的拦路虎，吃还是在改啊？要用才华征服别人。你已经讲什么语言？你不，你刚就开书了啊！你得讲，不能你讲得死气活来，昏天黑地，不会把戏。就没有流量，他就没人进直播间。那一聊就是捧来的金融小戴姐了嘛。所以你看这个13点的。一因材施教啊！你到南门我看过来得个还来，该吃，视频么该拍，男朋友么该打谁也打，山上嘛是管。因为是也有点要改。哎，差不2包不来下来了。分带2包。我们带199。收最顺利啊！整个中人公司带海的。是了，我有这个注册个商标吧。想不到哇！不是，你到现在敢吃我这个豆子还吃得不得了了嘛？要是吃猪心一个汤。